中国对台湾提出停改大岛22条，但陆委会嘛提出反制措施，讲未来会拒绝中国台办相关系统的官员的来台许可。因另外，咱台湾有3个一贯道的教导伫中国方掠去，陆委会嘛表示，未来两方的宗教交流拢要严格来审查。 中国对台提出停岛22条了，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伫平面媒体专访证实，对外界启动伤害台湾人民感情，爱对台办系统表达抗议。结果在上海市台办主任金梅来台进前，也拒绝杭州市台办主任参加两河论坛来台申请，但也认为答案保护，该来增加得意，另也是支持陆委会爱有罪犯。 上海台办主任金梅申请来台湾的目的，其实就是要参加双城论坛。陆委会用抗议大陆惩毒22条，并且要求跟金梅会晤。陆委会是用大炮打小鸟，很显然就是无计可施、自嗨式的报复行为。没有道理，他欺负、滥捕我们的台湾人民，我们还让这些背后的主使的一把手可以自由的进出台湾，这对台湾来讲，不仅是不对等、不尊严，更是伤害台湾人民 自由旅行的安全。中国的停岛22条有判死刑，重新对所在设计，一个鼓励检举台独顽国分子。陆委会表示，为了抗议对华引起两岸人民对立，增加赴中国风险，拒绝发号涉台系统一把手来台许可，除非对方愿意来台湾面谈。邱垂正强调，这是了审查申请案件原则。 台湾正有3个一贯道人士伫中国被掠，陆委会表示明接受，讲要弘扬文化，促进中华交流，具体刑法的掠人，要伫两华中华交流部分也严审。 抓捕的过程当中，更重要的是，长达2个多月的时间，其实是不透明的情况。哦，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时间、什么理由，没有提供任何上面司法的协助。他应该相对的要提出他会鼓励来台湾的类别，这样才会达到一个平衡的效果。 才会看出来说，陆委会是真的软的更软，硬的更硬，而不是全面的禁止交流。台大教授周正东呼吁政府更加开放跨台民间中国交流，或者王志成认为政府为确保风险，美国会禁止台湾人去中国中国交流，不过有更加侪提醒，同时建立两岸有事对等的互动。共军继续交代，国防部表示，29号查到中共主副战机11只，其中16只超过台海中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